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是咱语大花花声，节目开始到来一首《雨滴》，大家请照顾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谢谢。非常欢迎咱的观众朋友收看丰富的约会语大破歌声。是啦。拄则这首歌曲吼，我会想到一个画面，我过年遐当吼，都伫厝内底伫咧滑手机吼，我就看到吼，足侪迄阿公阿嬷拢去公园，伫咧跳啥？毋是跳土风舞哦，毋是哦，拢去跳迄交际舞。交际舞，迄阿公吼，阿嬷啦去遐公园，对流行哦，去遐跳。但是吼，迄拢总是安怎？拢总是。毋是熟悉啦，迄去公园的时阵吼，就讲你着做查甫，我做查某，安尼好，安尼，敢若安尼前后尔，跳着偌欢喜。较早人跳的土风舞。是啊。但是呢，迄拢家己跳咧，无趣味呢。系啊，较无变化，变化较无遐大。你一般的时阵交际舞的时阵吼，伊无论讲是迄拖罗多的啦，手拄麻的啦，是啦，蹦接，吼，还是讲论麻切切的。你嘛是拢爱跳跳舞行。对，尤其是即个吼舞伴无共的时阵，迄一天换着几落个吼。好，我看到迄阿公吼，逐个拢安尼，迄本地我看头一天的时阵吼，衫是安尼素刷落爽啊。对。迄第二天、第三天时阵，迄衫裤愈穿愈花啊啦。到遐。系啊，真好跳。阿嬷吼，人的阿嬷吼，好，安一天比一天安尼花枝招展。你感觉讲，这生活变有一个目的。哦，咱莫讲做哎哟，安尼食较老啊，搁安尼虚花笑花。这毋是哦。哦，这跳舞的时阵呢，互咱像这个心情的轻松。对。搁再来的时阵，骹手溜达。对。吼，你若如果来讲吼，这舞伫咧跳，有点骹揪起来啦，有点手甲伸出去啦。迄嘛是种运动。对，安尼先有迄个平衡感。对。这个平衡感了后的时阵，
聚会人较袂跋倒，较袂跋倒，较袂跋倒。我这要讲这是真重要。这我会记差不多初5的时阵吼，咱住屏东的丽花节，丽花节敲电话来，才咧讲吼，过年的时阵伊就初2吼转客啦，转客才去到外转客的时阵才讲，有厝内底爸爸吼。伫过年前，就两支骹拢无力啦。两支你讲若无力的时阵，拢无出去运动哦。是，愈无运动，你就愈无力。甚至讲即马敢若要去便所的时阵吼，拢无法度家己去。今日要甲扶落去，到尾内倒起来。无，即马是要去便所要行路的时阵，无法度行哦。是啊。所以讲观众朋友，结果人咱丽花姐讲有啦，阮咱兄哥吼有带爸爸去看医生啦吼。结果一开始讲，爸爸是安怎，你敢知？是安怎？欠血。欠血就是讲伊咧食食的时阵吼，不足，拢总真简单。你知影咱这时代，咱这大哥大姐以早拢总艰苦人，你知？以早就讲吼，咱食3顿饱，搅咸就好啊。配一个菜迄真正吼，迄时势拢煮到安尼一刀翘翘的时阵，你看伊咧食物件就是安怎？经行若一咸就好，就凊彩白白咧安尼，营养拢总无够。地书讲吼，地书讲欠血。你敢知？这个欠血是偌严重呢？因为咱这血气吼，就是负责送咱这氧气去到全身躯的。对。但是你若讲内底咱的血红素若无够的时阵，伊就规身躯拢总欠欠氧气。感觉忝。人自然就规身躯拢总无力哦。气色无好。尤其是查某人，咱若讲一个有迄个经内咧洗的时阵，哇！你才会知影讲，迄几工是毋是拢安尼真艰苦，对无？尤其是咱若年纪愈侪的时阵，你的饮食食了无够营养，无够均衡，你就是安怎慢慢流失去，吼，你看血无够啦，体质无够啦。就会感觉讲像咱这丽花姐爸爸安尼，人哪会愈来愈忝，就忝到来全安怎袂行，无法度行，会戆，甚至吼骹尾手尾，像之前若寒人遐搭吼，较冷的时阵，骹尾手尾拢总冷气机佮挂麻痹。对。其实呢，就这呢，也拢总甲咱的血气有关系。对啦。咱这个血红素的时阵，伊是负责将咱做这个氧气来送到这个全身，预防这个器官这个运用。是啊。你体的时阵呢，是制造这个血红素，内面非常重要元素啦。是啊。如果来讲你这个血红素不足，等于就是咱的这个身体各这个器官啊，拢总伫这个缺氧在运作，就是讲无咧喘气，伫咧震动啦。你甲看讲这人自然的也都无气力。是啊，所以讲咱观众朋友吼。你会记得，像咱丽花姐都是按真感慨咧讲芳玲啊，你较紧的吼，安尼甲我夹迄个当吼，甲爸爸安尼吼调整伊这互伊血会当补充的够，安尼吼，迄个红的迄粒甲提起安尼甲夹落去，足好的，真正我咧讲吼，咱定定有足侪事，足侪咱遮大哥大姐，抑佫有四大人伫咧，伊会甲芳玲讲，芳玲。你甲我寄去倒位，钱为我遮收。像阮丽花姐，伊就是安尼讲，你甲我寄去屏东，你就知影我的住址。我咧讲吼，你来台南这边收钱。虽然我咧讲，阮是2摆邮资，但是我讲我甲公司讲，这一定爱甲寄，一定爱甲处理的。这是种咱这丽花姐是种好心，好心的感动。对，所以讲吼，咱这时代，你若讲定定感觉讲会虚狂，人的脚无力。其实毋是讲，无一定是你脚安怎骨质疏松，嘛无一定是讲你的筋络无好哦。血气无够饱。迄就是安怎，血气无够。对。血气无够，人的气色会无好啊，行路会定定无力啦，做代志会较无专心啊。精神不集中。对。所以讲，如果若是安尼来讲，会记咧，老师拄则伫咧讲啊，血红素。即摆现主时的时阵吼，你爱开始来较重视说即个补血红素。对。毋是佮咧补体尔，即个全方位哦。对。系啊，因为做这血红素伊即个形态的时阵，较接近咱人体即个结构啦。所以讲伊即个吸收率也嘛较稳定。较好。佮再搭配着讲一个适量的即个体质，来帮助即个吸收即个营养素，伊即个效果才会好，才会直接就对。好。你即气迄足的时阵，人就韵味。面色的时阵，就光鲜度完全光彩，行路就有力，做代志的心态较会专心。对。你讲就即个假日的时阵过年已经过啊，爱伫即个时阵呢，要来祝咱大家一本万利，因为今日算11啦。
真正的这个本，就是咱的身体，咱的像这个底地爱甲顾好。啥物物件都拢拢真顺啦，春天到啊，愿大家不只讲就是这个财源广进，嘛会种像这气血甲养好，平安健康。喜乐的长长久久。好，来，谢谢大家，大家哇，咱有就是有接到阮这丽花姐的电话我感觉讲一定要甲咱跩时段提醒者啦尤其是你若感觉讲人安尼牺牲，人真喜啊，唔是查某才会欠花尔啦，大哥你嘛是会欠花哦好来，谢谢线顶来甲咱拍破坏今仔日早尔真侪咱时段拢总已经上线了来，木火大哥、显谋大哥、明月大哥、芙蓉姐，感谢您；正胖大哥好，秀仁大哥、龙泰大哥、邱大哥，谢谢红竹姐啊，感谢顺天哥哥哈，郭庆阿姐感谢博奇大哥好，阿酸姐啊，古大锦阿姐，龙华大哥，感谢昌龙大哥，丽丽阿姐、秀莲阿姐感谢还有今仔日新朋友6875，这是新朋友开甲咱拍破欢迎，谢谢尤大哥、尤大嫂、徐爸爸、徐妈妈来。运动哥哥你今日上尾的一个，好来，谢谢大家，今天的节目《义大破歌声》，今麦来进行着点歌的时间。头一首歌曲《天涯流痴泪》。喂，无啊，你写咩先？哪会抓你遇到什么物件？头部声音无去喂。好来，无你就重新开机。稍等下好来，即马正常啦就当时我的语大声是毋你万是无对。来，是啊。好来，吉他声无。吉他声无过来好来，无要紧，今仔日方玲老师来处理者我甲咱观众朋友来讲者头一首歌曲《天涯流痴泪》。日头落山黄昏时，家母带行去壁边。来，第二首歌曲痴情我来正常啊，正常。大世界。海烟波浪，汹汹拍醒阮的恋梦，亲像海鸟叫你出航。第三首风中的玫瑰。无情的风，汹汹来拍醒，多情的雨可比目屎滴。第四首，为伊走千里。无天星，无月亮，昼夜照在天口。来，第五首歌曲准去前夜长。昔日的船只现在时，我靠在倒一位他乡的港边。林英美的一个非常好听的一个歌曲，叫做《准去前夜长》。来今仔日上尾的这首是悲哀
的乱梦。像一款较惨的诗，比惨的恋爱梦。是啥人？是啥人？是啥人来甲我？予我每日空思梦，悲哀的恋梦。好来哟，今仔有6首歌曲，甲咱观众朋友准备来做互动吼。卡咱头前的专线电话来8326-317。8326-317。哎，中华关市、直播关市加只酷数就可以啊。后首歌曲《天涯流星泪》第2首，《痴情大西港》第3，《风中的玫瑰》第4，《为伊走千里》第5，《春去情夜长》第6首，《悲哀的恋梦》。来，以上6首歌曲，甲咱观众朋友准备来做互动哦，谢谢。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就说：哎，你好。喂，我姐3号跟4号。啊，3号跟4号。好啊，张小姐，我来下凯哦，嘿。好，好，谢谢我们的张小姐，平安，谢谢。来，现场的call电话吼，今麦互咱观众朋友准备开始来敲电话啊哈，来哦，卢青大哥。哎，卢青大哥你好哈。好，啊，今仔日要听倒一首歌？听第4甲第5。第4甲第5。甲第5。啊，你过年有去行咧无？有啊。去倒行啊？就去宜兰一首过行行。去宜兰哦，你算新北市啦，去宜兰嘛还好啦，近啊尔，比阮遮较近啦吼。好哈，身体健康哦嘿，好，好，谢谢谢谢。来，宋华姐你好。你好，第2号。第2号呀，哦，宋华姐哈，好，谢谢你哈，好，平安啊嘿，好，谢谢。来，顺天哥哥啊。邦林、江老师2位下午好，我在听第1首甲第6首。第1首甲第6首。哦，好好，安尼嘛平安哦嘿，好，谢谢。来哟，米子姐姐啊。2位好。我听第1首甲第4首。安尼哦，哦，第1甲第4遐。好，我来写开哦，嘿，感谢，好好。哎呦，喂，阿姐哦，你好哈。嘿，我顶哥。好，来你讲。那个1号跟2号。1号跟2号，咱住倒位？嘿，我新朋友。新朋友对啊，咱住倒位？通恒。通恒哦，啊，要怎称呼？我姓简。简小姐啦，哈。嘿。哦，简大姐，1号跟3号。1号跟2号。哦，是哦，好好，简大姐。OK。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好。我来哟。无当然，无爱换一个意大呢。好，来，谢谢，来。来，文良大哥开啊哈。喂，文良大哥你好。哎，江丽老师。来，你家己镜头收开。我要听。好来。痴情大西港。好。第4条。哦好。安尼哦，第4首吼，文良大哥哦吼，好平安哈，谢谢，感谢。来，明杰大哥啊。我点1号甲6号。1号甲6号哦。哦好，我写开哦吼。啊，明杰大哥，你今年过年敢有去行行咧？你今年过年有去佚佗无？哦，谢谢哦。好，来，好，秀芬姐啊，你好。有代志请问你吼。哦，你等我线卡吼，若要问代志的吼，也是讲物件收着无清楚、无了解，线卡吼，另外一线哈。好来，谢谢大家吼。来，今日安排歌曲，其实吼，这几首歌曲拢总是老师呢，特别精心去挑选的。好。哦，啊，真正是逐首拢真好听，尤其是你个《天涯流星泪》，哦，内底嘛有口白。啊，虽然痴情大西港伊是较中古歌，但是内底嘛是有口白。第4首为伊走千里，这首歌曲是老师的吼，好来哦吼，来头一首歌曲，咱来安排这首叫做《天涯流星泪》，上侪人点哦，这首歌曲是方林的歌哈，哦。来，好，这首歌曲顺天哥哥、米子姐姐、咱桃园的简小姐，甲咱的明杰大哥哦，吼所点的歌曲哈。来，今天的节目是咱记得播歌声，邀请咱侪观众朋友哦，拢总来甲咱收看。啊，你唔通袂记咧哈，小等你若
感觉讲哦，方林唱了袂歹，会下听，你会记得？咱即个伫咧唱歌的时阵，有一线拍谱啊专线，拍谱啊专线无人接，我嘛接袂开，嘛接袂开。但是观众朋友，恁会记得，恁若要问产品，甚至你要甲方林加油的时阵，你毋好卡拍谱啊专线。咱会当卡咱的互动专线，是讲咱有一个定岗专线，迄才有人伫咧接。因为咱吼，即届就过年时间，咱就拄着一个阿姐，咱的定岗专线甲服务专线拢有伫咧接。结果伊一直卡啥？因为我咧唱歌的时阵，伊翕相的时阵翕着咱即个拍谱啊专线，伊讲方林啊。我吼为找伊卡甲找5，一工卡10外遍。恁兜的电话拢无人咧接，我阿姐歹势。你卡迄头遐个电话拍谱啊专线，真正是无人咧接。所以讲观众朋友会记得吼，你要找着工人方林，还是讲有需要阮小姐甲你做服务的，即马即个专线吼，互动点歌专线也可以打哦。这小等如果若是无咧点歌的时阵呢，你嘛会使卡哦吼。好来，谢谢。天涯流星泪。
谢谢大家！哇，来，哦，文东哥哥。来桃园的简大姐哈，哇，来文川大哥、阿酸姐啊、荣华大哥、昌雄大哥、林太太、秀峰、古大姐啊，这顺天哥哥哈，文玲，谢谢尤大哥、尤大嫂，咱的明杰大哥、妮子姐姐、木火大哥哈，感谢丽丽啊这哈，碧云姐你嘛好哦，拢总有看到哈，新朋友7060这嘛拢总新朋友，谢谢，感谢你伫咧看阮的节目的时阵，吼都有看到。感觉讲帮恁唱歌的时阵，这首歌我会下听，毋是声会下啦，就讲这首歌我都会下听吼。感谢恁吼，电话甲阮卡开2声，拄则咱的拍手专线，伊迄就是安怎，无人甲你接。但咱你去咱电脑内底系统内底，你着2声了后挂掉。迄嘛无算钱的，所以讲你甲阮拍破，迄无算钱的啦，哈。你呢？安尼，我电脑内底就拢总看会到啊。对。你若是有需要，阮小姐甲你做服务的，千万毋好卡拍破啊专线，一定爱卡节目专线哦，吼。对。线卡服务的哦，嘿。好来，即摆来进行着咱的第2阶段。第2阶段准备甲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听好歌。有歌名。好礼相送哈。好，你要送互你哦。送一个，今仔想要送一个较无共款的。就是迄个护膝，咱护膝呢，真侪咱时段讲做迄若穿落去咧较地吼，骹加足有力的呢。你像讲做咱若想要来公园佚佗，安尼行来，像拄则甲老师甲我咧讲，好，迄有人咧跳，迄即马土风舞嘛有咧跳啦，广场舞嘛有人咧跳啦，吼，也是河操嘛有人跳，但是咱想要来跳一下迄落安尼。有舞伴迄吼，我咧讲骹一定爱甲顾咧哈。对。因为咱今年已经70几啊。骹是咱人体第2粒的这个心脏。对。咱即马这个护膝吼，咱今仔来送你护膝哦。阮的护膝吼是采用咱的网状透气编织法的吼，第5代内底有80趴的石墨烯，切开袂伤暗，嘛袂冷，嘛袂溜骹，好，安尼长度吼。安尼伸展落去超35公分吼，对，长度阁有够，拢一体成型的吼。过骹过手，不会绝对袂，绝对袂。足流力。嘿哦，来，一个送一双哈，来准备听歌哦。头一首呢，要来安排着做这个叶启田先生真受欢迎的歌曲，拢总5字。这歌词内面就有哦，注意听。注意听，注意听。5个字。第2首嘛5字，今仔日这叫做送分题，内底吼歌词内底就一直甲你强调，嘿。来，谢谢，芙蓉姐、碧姐来哦。思慕的影，思慕的影。点无讲也无交代，你要着我走天涯。什么是情？什么是爱？枉费咱三年的熟识。当初是我多情来失败。为你牺牲，为着咱将来，抱着满腹的期待。心爱的心，爱你敢知？做男生不愿流着宝贵的目屎，永远对你情深似海。你不应该，点点无讲也
无交代，你要着我走天涯。什么是情？什么是爱？枉为枉费咱三日的熟悉。当作是我多情来失败，为你牺牲，为着咱将来，抱着满腹的期待。心爱的心爱，你敢知？做男生不愿流着宝贵的目屎，永远对你情深似海。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来，咱观众朋友有看卖咧。来，咱从这个节目甲安排一段，咱观众朋友非常喜爱的歌曲啊。也这个歌曲是早前啊，这个香港有一个叫做温拿五湖合唱团啊，这个伊本身呢有一段真出名的歌曲，我即摆现主持哦来甲演奏这个歌曲。啊，我咱观众朋友，伊原同款是5字。啊，这首歌曲是叶爱玲的。对，叶爱玲的新是翻唱的，原版的新是温拿五湖。啊嘞，哦。对，来，我即摆来甲演唱这个歌曲。准备。吹起细雨，风一解开我的记忆，我像小船寻找港湾，不能把你忘记。爱的希望，爱的回味，爱的往事难以追忆。风中花蕊生怕枯萎，我愿为你祝福。我爱你，我心已属于你。今生今世不移，在我心中再没有谁代替你的地位。我爱你，对你付出真情，不会漂浮不定。你要为我再想一想，我决定爱你1万里。吉他刷登去啊！拄啊，登伫像这个中线的时阵，无法度弹。来，你这边主持来个，嘿，投保的时阵呢，来切换一下，我有一个吉他咧。嘿，先紧调。对，来投保，我的镜头先有调啊，系啊。好来，对。好，来我下开哈，好，感谢哈，好，谢谢你，谢谢，来小凤，你手轻者啊，看你也唔对，你手轻啦，看伊手风皮哦。好，来我下开哦哈，好，谢谢，感谢哈。来，喂你好，230大哥你好。健康啦哈，我下开哈嘿，好，谢谢，感谢。你好，来德同大哥哈，好来，健康哦，好，我下开哈，好，谢谢，来感谢你了哈，来运动哥哥，哎是哦，新年快乐哈，好，哎，这首啥？唔对，第一首你又唔对，第2首咧，安尼才正确吼。好，我写开。
嘿，对，吼，5字爱5字，唔对。哎，个无来歌词内底，伊落歌的时阵就甲恁讲啊，吼，好，谢谢哈，来，好，来苏英姐哦，安尼吼，好，我写开哈，好，来，哦，喂，啊，你黄小姐哈，我写开哦，嘿，好，谢谢，感谢，好，来，我紧来甲恁接电话吼，水局姐啊，你好。水局姐啊，哦，健康，好，我下开哦，嘿，好，谢谢，哎，一路，嘿，啊，健康哦，吼，我下开哦，嘿，谢谢，来，哦，趁老师吼，伊咧换语大线的时阵，我紧甲恁接啦，喂，你好，永玉大哥，你好，毋是，你秀兰姐，较写毋对边，嘿对，嘿。唔对，第一首唔对，第2首对哦，嘿，甲你写开哦，嘿，好，谢谢。来，青花姐你好，来，正确哦，我写开哈，好，谢谢。哦，这个青花，这个梨花，来哦，林梨花大姐你好。哎呦，2首拢对咧，那咬架呢，好，我写开哈，好，谢谢，好。来哟！喂，你好。寒风吹起细迷离，风已解开我的记忆。我像小船寻找港湾，不能把你忘记。爱的希望，爱的回味，爱的往事难以追忆。风中花蕊，生怕枯萎。我愿为你祝福，我爱你，我心已属于你，今生今世不移。在我心中，再没有谁代替你的地位。我爱你，对你付出真情意，不会飘忽不定。你要为我再想一想。我决定爱你10000年。杂技，来个杂技啊！谢谢。来，感谢咱观众朋友吼，这么热情吼，热情伫咧参与吼，伫咧互动。来，今仔日2首歌曲，头一首歌曲的歌名是啥物？你不应该，不应该，点点无讲也无交代，你要丢我10天涯。这首歌曲叫做《思慕的形影》，思慕的影。好，第2首歌曲，头一首是《思慕的形影》，好，第2首歌曲呢？你要为我再想一想，我决定爱你10000年。爱你10000年。爱你10000年啦吼，思慕的形影，安尼，恭喜。翻唱的歌星包括500哦，叶爱玲都有拢总有的对。来，谢谢大家，咱即摆先甲收开吼，稍等下再来邀出一位观众朋友吼，老师来准备下一首歌曲，咱呢帮您来。甲咱观众朋友来照顾身体。是。讲到今仔要照顾身体吼，我要首先甲恁预告一下，我们今天吼有加码。人讲吼，15进前拢搁咧过年啊，15进前拢咧过年的时阵吼，咱在时代讲说我咧过年的时阵吼，安尼去看到阮咧厝边啊，哎哟，大家吼安尼皮肤拢总安尼，真正有够好，气色有够好的。恭喜。对。咱即马咧，咱若国食的时阵吼，
爱甲顾好好势。啊，当然啦，外表的时阵呢，咱嘛爱保养啊，有真侪时段拢啊啦。啊，都老啊，敢着保养，正是爱保养。我拢是跟水尔。我拢上。你若如果若讲身体无用，嘛水袂起来。而且吼，元神嘛绝对袂光彩。听我讲吼，咱像讲咱高雄迄徐妈妈吼，咱的徐妈妈伊讲吼，芳玲啊，我今年70岁要80，但是吼，我逐工我的头毛拢红洗，拢整理甲足舒适的。对。而且呢，人伊拢搁去擦针感。日本精神。对啊，所以讲咱观众朋友，你看嘛，你今年才几岁？你80外岁。人就是愈济岁才愈爱装。对。啊，你装咧，有的人是装袂开，安怎？啊，就气色无好，啊面上吼焦啦，粉抹袂掉，化袂掉啊，对无？来，我来讲吼，因为咱电视机前，你咧看阮的节目，我知影拢总是安啦，重熟男、重熟女，就是讲拢较熟个啦，拢年纪有较悬啦。今仔日吼，你只要有甲芳龄加盐，来，我这罐吼，这罐真正是会使讲急救专用的，叫做 EGF。EGF 吼，这内底这是咱的旅行专用的吼，内底已经都8颗啊吼，8粒。我之前我甲恁讲过，这医美中心的时阵，这一粒就是安怎200块，这内底是价值1600块。是。吼，恁今仔若有甲芳龄加油的时阵，要互气色好，斑点点，要做小细纹，要做拉提，要互你面色吼色差、乌暗啦、黄啦。做一摆，甲你做解决，甚至这罐好甲厉害到什么程度？烫伤可以擦，烫伤哦，因为这罐伫医美中心专门咧做拍斑的时阵，做咱这个吼雷射皮秒的时阵，伊这摆面拢会红对无？这罐这粒抹落去的时阵，规个面全反，我咧讲褪红光开，遮厉害的。我曾经捌甲朋友讲过吼，讲我一个朋友的时阵，因查某囝，翘倒摆。累残，愈甲安尼整个手啊甲面安尼吼，尤其是这个面，嘿，拢臭灰焦豆灰啊，就对啦。吼，伊就是指定这款，结果伊甲抹的时阵对无，都现甲抹，过当工就很有感觉。系啊，修复有较紧，有够紧就对啦。专门咧叫做生长因子。啊，过以后先好了后，过别个了有一只乌，对，没有疤痕的。对，来，好了，来进一段广告时间哦，谢谢。今仔再次邀请我的佩提总监来到现场。芳玲姐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提。啊，你看阮佩提，逐工安尼南北二路安尼种，但是每一工拢安尼精神足好，啊气色遮尔好，气色真好对无？然后记忆嘛拢足好诶。我甲大家讲是安怎吼，因为我拢有补血，我拢有补血。其实很多女性朋友，你知影有一个卫福部的调查吼，全台湾的女性有80%，大家体拢无够。血红素拢无够，所以大家足侪人拢安那，规工安尼头戆戆安尼啦，头晕目暗嘛，啊无是规工拢感觉懒忝忝安尼。补血红素是补血红素，补体就个补体，无共款。无共款呐。哦。大家都唔知嘛，大家拢想讲，不是补铁就是补血吗？所以你有在食铁啊？哈。有啊。哦，有啦吼，足侪人相信拢讲吼，啊我有贫血问题，我嘛爱食一寡铁的问题，医生嘛拢开铁嘛来。我甲你讲，啥无效，吼，啥讲吼，效果有限的原因是啥？来，你爱有红血球无？是。红血球嘛，爱嘛吼。对。啊，你嘛爱有铁嘛？对。吼，红血球甲铁是缺一不可的。哦。问题是，你红血球内底要甲这个铁吸好掉，袂互伊食味了，铁个走出乌白走，爱有血红素这个物件。所以三者缺一不可。你袂使讲干那有铁，你干那有铁，你无红血球，你直直补铁，你铁补到100个，问题你红血球干那10粒。哦。啊，你其他加出来铁走去倒，身躯内底走来走去。所以有做这人讲吼，我铁食了，我便秘放袂出来。哦，巴肚痛啊，安尼直直对调的。排泄出来。对，所以咧，你一定要有红血球，甲咱的铁，啊，佮有上重要，佮有血红素这个物件，3个缺一不可，你真正有法度，甲你改善掉你贫血的问题。伫日本讲真诶，因咧补血的物件嘛拢足侪，其中一个是你去日本，大家一定讲知你买日本，绝对拢会叫你买，就是今仔这个。哦。日本进口的。高单位的血红素，阮这内底一粒吼，就是150毫克。啊？一粒就是150毫克，
而且一日本人有卖30粒装的，佮有60粒装的。阮今仔这罐是直接互你60粒装的。60颗呢？60颗，你一工食2粒就会使啊！你一工甲我食2粒，你若是讲哦，我跟你讲，你若是讲有迄种哦头晕目眩的，你才食3工。佮白开，头晕吧，我跟你讲，你食3工，你就有感觉。3天。你食3工，你就有感觉，因为伊个是高剂量的，高单位高剂量，你唔免食较济。你伫日本，你若是去托人家买吼，一罐换算下来，一罐超2000块。2000块，超2000块。哦，今仔来，好，久无见啊，见面礼给大家，谢谢。所以今仔日咧，你买2罐，照道理讲爱4000块，今仔日吼。没有办法降很多啦，因为是日本进口的啦，一个高剂量的，啊，佮嘛是有一寡沙比数给大家，所以2罐就是3600。3600块。来2罐哦，60粒装的哦，高剂量的哦，吼，3600块。3600块，这个咱妈妈食呢啊，你讲甲安尼，咱是毋是寡查某囝嘛爱食对无？吼，妈妈，咱的查某囝爱食对无？佮叫佩蒂送一罐啊。送一罐。30罐我 OK， 这个我还可以去跟。3罐，同款3600块。查某囝讲，即摆无，唔是，即摆唔是查某囝啦，新妇啦。吼，新妇讲，妈妈爱。你唔是讲嫁过就甲我当做查某囝共款，我无。想到你甲你查某囝有我无？大细心。新妇嘛爱搁一罐，新妇搁送一罐啦，好无？我替恁争取的哈，买2罐3600块，再加嘛，搁加2罐咯吼。3600块来0800因为买0800815181。你知影做侪人，他明明是贫血，伊欠血，问题伊就是讲吼，伊是低血糖。对，其实唔是，这是因为你欠血。吃错咯，医错咯，吼，找不到原因咯。来，上重点就是爱补血嘛，吼。来0800因为买0800815181，电话赶紧卡，谢谢。哎，对，吼，好，谢谢。来，今天哦，观众朋友啊，今仔就是互你买4，再加买4盒，4盒是安怎呢？本地2罐来甲你收这个钱，爱4000块，甲你优待价小3600块，今仔日买2盒，再加送2盒，哈！啊，我这日本的哦，日本进口的吼，所以讲你免讲去日本买啊啦，足侪咱阿姐当中吼，人若要去日本的时阵较紧行咧吼。唔免啦，咱即摆甲伊进出来，而且是用这上介优惠的价格，头晕目暗啦，甚至骷髅背开，哇，拢会戆的这啊！来，我甲你讲，你家食看卖，来，东龙大哥你好，东龙哥，摕一张吼，我写开嘿。啊，真诶有分大体做无？无，就即摆先买2盒送2盒安尼啦，4盒的啦嘿。好啦，大家见到我真问者呢。哦，谢谢，好来哦，碧玉姐。碧玉姐你好。你好。要一组吼。对。好，安尼哦，爱赶紧食，爱赶紧补吼，安尼就袂搁现啊，就袂搁讲啊吼。好，谢谢你，谢谢。来，脚尾手尾不长的恁叽叽的，我跟你讲吼，你就是这是补血。咱真正咧甲你补的哈，是补血哈，啊，咱这个内底搁加铁哦，所以讲呢，加铁落去的时阵，你吸收会搁较紧，吸收会搁较紧哈，而且咱这是高单位哦吼。来，美雀姐你好，美雀姐，雀姐啊，要一组哦，要一组对无？好，一组。好，谢谢你哦嘿，好，谢谢，好，你住台中啦吼，哦，台中5车吼。哦，安尼等下敲电话甲你问主机哦，吼，谢谢，好。喂，你好，阿婆仔姐哦，阿婆仔姐你好，要一组吼？啊啦，高小姐呢？我唔是啦，我方小姐啦，我方玲啦。哦，你方玲哦。哎呀，我即摆来接电话啊，系啊。哦，安尼啊，好。迄你讲迄是安怎呀？来，我咧讲吼，较等下才甲你讲，好无？等下才搁甲你报告。啊，唔等下我咧讲，迄就是你血气不足的时阵，人会头晕目暗咧，食这上好啊，吼。好，东龙大哥你好。啊，人虚啊，吼，啊，我咧讲，我这个时间我无法度甲你讲较济，好不好？吼，我来接电话哦，嘿。好，摕一组哦，好，谢谢，好，拜拜。来，电话互咱观众朋友来敲，我们今天有加码哦。来，好，我即摆吼一组就是买2送2。我们今天是加码买2盒送2盒，无大件，要互咱做阿姐啊吼出外的时阵，我咧讲吼，你若 EGF 这罐头炸的时阵吼，唔免瓶罐，一瓶到你只要面色好的时阵，我咧讲哦，
面洗好的时阵，一粒就好啊。啊，你一粒甲拍开的时阵，吼，咱就是一盖甲用甲完，包括面，包括阿妈棍，拢总甲用甲完，一粒就甲用甲完啊哈。甲你做修复吼，甲你修复有迄斑斑点点的啦，吼哈小细纹的啦，吼，敢若屈斗行过共款。尤其是你若安尼定定安尼，哦，安尼好面上好，你敢知影这抹落的时阵，这真正是足厉害啦！我来一绝不。啊是，我讲您。咱进前吼，我咧讲吼，这砖头啊，这一目济啊，这本来料粉拢安尼一零对吧？你只要安尼甲抹了后，我咧讲哦，瞬间转啊，料粉全无去。所以讲吼，观众朋友啊。真的，你可以去试看看呐，你可以去试看嘛。我们今天我跟你讲吼，而且送这个 EGF 吼，这是真正甲厂商后的哈，来是保费哈，咱的是保费加铁是保费吼，伊是实的保费哦吼。0800因为0800815181，我这是小分子的吼，咱的血红素结构，所以讲因温和袂刺激，食免惊便秘吼，无大劲。这内底佫添加铁，你毋免佫去买铁。有的人讲吼，我一个保费时阵啊，佫买一个铁转来食，毋免。这内底咱的是保费内底就有加铁了，就有加铁了吼。来0800因为今天买2盒。3600对无？这是日本的哦，吼，日本的吼，进口的哈。今仔日，甲你买2盒的时阵3600块，我们再加码，搁加送2盒无大紧。我们今天这个 EGF 我们再加送哈，我搁送你哈。互咱观众朋友，你来出国的时阵，你家己，我讲啊，你着抹者，你就知影，现抹者就知影哈。来电话，互咱观众朋友卡，真正呢。迄2瓶吼啊，阮的导播都袂富有，真正是袂富有，可以吼，可以吼。哎呀，这边有抹，这边无抹，啊，这边无抹的时阵，这边有抹，差有够济啦吼。来，互恁试看卖，你就知影哈。电话继续互恁卡哈，0800因为08老师你。较细声嘞吼，你拢会试看吼。来，吼，包菜姐啊，你好。安那？要一组吼，好，我写卡哟嘿，谢谢阿姐哈，感谢你，谢谢。来0800因为0800815181，电话继续互恁卡，谢谢哦吼。来，今仔日有加码啊吼，来，谢谢。来，谢谢大家，我咧讲吼。真正观众朋友，我们这档期你来把，尤其哈，现在进口都很贵，尤其是咱这是日本进口，这不是台湾制作的。咱足侪咱在时代，你若讲去到日本的时阵，拢咧买啥？买保费啦，吼，买血红素啦，买铁啦，吼，一寡米群啦，保养品，买，然后啊，家己若无过时，我寄人买，拢偌贵的呢。我即马甲你尽力了，咱公司甲你尽力了。比你去日本更较俗，而且咱的纯度，我你讲，搁提升，吼，搁提升哦吼，内底搁小分子，为什么要小分子？小分子伊会吸收，会较好啊。够紧，所以讲会当互你马上，我你讲哦，你食差不多3、4天的时阵，若安尼形会黄，吼，你着甲食看卖3、4天的时阵，你就感觉讲，哎呦，70几组，用背开的时阵吼，你再爬起来的起床的时候，袂安尼形哦。哦，甚至，但是你虽然你袂搁再行，我嘛希望咱在时代，你当下咧爬开迄个吼，拢嘛加坐一时啊，嘛还是要做一下下。你起若把足的时阵，当然，咱的头壳就清楚，就较袂虚戆啊，像这骹尾、手尾较袂冷叽叽，哦，较袂麻，较袂痹。对。啊，对这粒像这个心脏的时阵，对无？你啊吸起来把足，绝对较有力的嘛。当然咯。哦，这是一定的就对啦。啊，这物件吼。说讲已经介绍一段日子啊，吼，啊，这拢比你讲咯，你家己本身亲身的先去到日本的时阵，咱这算专业的啦。对。吼，你无讲就比阮的做这个吼，这药学博士更加内行，吼，啊，所以讲呢，阮伫咧讲，一定的挑选的吼。对。好，老师你来准备一首歌曲哦吼，为我帮你来线卡甲恁做服务吼，啊，我先来摸彩一下吼，先来摸彩一下吼，咱今仔日讲要送恁的呼吸嘛，好，来哦。
咱来复习一下哈，谢谢你，感谢哈。来，感谢咱观众朋友善春姐，谢谢你啦哈。来，继续电话，继续互恁卡哈，蔡琴姐啊，谢谢哈。电话拢总还阁满线，还阁差不多5线无人甲你接，恁会记得加量一时啊，小只一通一通直直甲恁接落去，好无吼？互老师来唱歌啊，阮小等落节目了后线卡，阮两个啊赶紧落线卡，甲恁斗接电话斗回电话。如果你是新朋友，拄只有安怎有卡入来的时阵，无甲你写着无，无要紧，阮等下会甲你写字记哦嘿。来，祝你健康快乐，明仔载同这个时间继续甲恁收看，谢谢。为你造成你。无月亮，酒也照在天口，沿路来唱着一条歌，怀念的情歌。抱着吉他走千里，归心来找伊，归心来找伊，追求着真正爱情，可以一向前行。